进前伫台中发生的成功三角起爆案，造成5个人死亡。初步认定是施工的时阵甲天然气主要的管线挂断去，气体外漏才引起事故。包括成功三角的干部、承包商等10个人，是因为涉犯刑法，以10万至60万块交保候团。 建筑物外围大满应价，施工的工人来回巡视。台中成功三角起爆造成5个人死亡，38个人受伤。台中地检署侦办，头一届证实已经通知10名被告、1名证人到案说明。成功三角起爆案，台中地检署在号顺后认定10名被告涉犯刑法、公共危险等罪嫌，包括总公司也有承包商，总共10个人，拢交保限制出境出海。 这10个人分别是成功三角公司、华信护理等5名干部，以30至60万块交保；承包商单身负责人甲其他4名工人是以10万至30万块交保。检方表示，综合现阶段调查事证，专案小组初步认定，本案是施工不慎地输天然气主管断气，气体泄漏一段时间了后，拄到使用电动工具的火星造成起爆。本案疑似因施工不慎，导致天然气主干管断裂。 气体外泄蓄积，遇电动工具作动火花，引燃易漏之天然气，造成气爆事故。本案仍将持续进行各项侦查作为，依侦查计划紧密排程调查取证。检方强调，10名被告以涉犯刑法过失致死、过失伤害、公共危险等罪嫌交保候团，会接受调查厘清责任归属。成功三部是干透过文字说明，因为案件犹原在侦查当中，会持续配合，而且尊重司法调查，无方便表示意见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